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语。马太福音第3章16到17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今天是显现节后第3主日的主日崇拜。今天也进入了新春休假期间，所以我们祝福所有弟兄姐妹新春蒙福，天天与主同行。也求主保守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从头到尾都顺利，开我们的耳朵，得到来自天上的信息，并且有主的看顾。我们献上赞美，愿荣耀归给你。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我们打开新灵粮诗选21首，神啊，我要赞美你。我们一起来敬拜。来，大家起立。宣告我们的信仰。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腓立比高中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今天的起因文在诗篇19篇1到14节，由我来诵读上半节，弟兄姐妹诵读下半节。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来，一起来！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来看下面几项公祷的事项。首先，我们为加萨走廊以及约旦河西岸，这个地方刚好是在加萨走廊，就在跟埃及交界的那个地方哈。那前几年因为哈马斯的出现，所以就造成了现在目前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一个不平静的状态。我们希望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在这个地区的生活文化里面，让这个地方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第二，我们为卫理公会北一教区三重卫理堂，特别是高斯凯牧师，为当地的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祷告。第三，我们也为目前的世界战乱之地求平安，求主止息中东还有俄乌的战争还有冲突，愿和平与平安早日降临。愿主安慰各地受苦的人民，医治他们身心灵的伤痛，将主的平安与恩惠赐予他们。最后，我们求主赐福，并带领教会在新朋友的跟进行动中，满有智慧与恩典，为主做出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敬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到永远。今天的经课在尼希米记第8章1到3节、5到6节以及8到10节，还有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31节。我们请于嘉贤弟兄为我们来攻读。今天的第一处经文是在尼希米记第8章1至3节、5至6节、8至10节。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7月初1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人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人能明白的人
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上帝。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他们清清楚楚念上帝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西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所说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第二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12节至31上半节。就如同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乃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舍诺讲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舍诺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音呢？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上帝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不用着装饰，但上帝搭配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得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这肢体。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今天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以上是神的话语。今天的正道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由我来诵读。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献诗，我们请诗班。今天的诗歌是数算主恩。
天献诗的诗歌有3节，那我们唱到第3节的时候，请会众跟我们一起来唱，我们一起来说主。谢谢诗班，也恳求天父，在新的一年日日与我们同行，让我们弟兄姐妹天天都可以数算主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由基甸会的吴弟兄来为我们证道。今天传讲神的话语的讲题是为荣耀神而行。吴弟兄，请。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也特别谢谢牧师、弟兄姊妹的接纳，让我能够代表全世界有199个国家、25万的基甸会会员跟各位来请安。愿上帝赐下他的话语在我们的当中。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告诉他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啊，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哥林多的教会跟我们的教会一样，其实每个教会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基督徒呢，在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有一个任务，就是今天我要读的这3节哈，哥林多前书10章31到33节，我非常喜欢读圣经，所以邀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圣经。预备，来。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
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在这3节里面讲到3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为荣耀神而行；第二个，神的教会，我们要坚立神的教会，不要使人跌倒；第三呢，要叫众人得救。就好像我，这个我就是保罗啊。保罗他说：“我的一生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为了叫他们得救。”属神的人要荣耀神而行，第一个是你的身份。如果你跟神没有关系，那就不可能荣耀神。所以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每一个受洗归于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所以呢，我们有个身份，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神的儿女。华人最喜欢啊，如果你的孩子呢有很好的表现，那谁会得到光荣啊？爸爸妈妈。所以我们一生都在追求光中耀祖。那所有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因为圣经说我们是世上的光，这个光呢照在黑暗的里面，我们是世上的盐。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可是为什么没有败坏的那么快？因为有基督徒。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地上的盐。当扫罗要去叙利亚的大马士革来抓基督徒的时候，在半路上忽然有大光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上，听到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很奇怪啊，我明明是要去抓这些跟从拿撒勒人耶稣的人，我要去抓的是基督徒啊。可是那个天上的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而不是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他们？你去抓那么多的基督徒，迫害那么多的基督徒。”这个时候扫罗才醒悟过来，原来逼迫基督徒、逼迫信耶稣的人，就是逼迫耶稣。当扫罗改变之后，他的名字变成保罗，他就用他的一生为耶稣做见证，建立了许许多多的教会，到处宣教，也写下许多的福音书。所以耶稣基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就像上帝来拣选了扫罗一样，神也拣选了你，拣选了我。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基督徒信耶稣最好的就是说，当他受洗了，当他得救了，就马上上天堂，这样是不是最好？是不是最好？因为我们在地上再留了30-50年，还会软弱，还会跌倒，有可能还会离开神啊，还会犯罪啊。那为什么我们不受洗之后就马上到天上去呢？原来神把我们留在世上30-50年，要让我们多结果子，而且这个果子是存到永永远远。但以理书第12章说：“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如同天上的星。”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能够多结果子，带领人信耶稣，你所结的果子会存到永永远远。可是耶稣讲一句话，他说：“我是葡萄树，每一个人都是枝子啊，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没有跟耶稣基督的生命连在一起，事实上我们是不可能结果子的。基督徒一生要结2种果子，一种是生命的果子，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忍耐、温柔、节制，所有的一切，你要靠自己来努力是不可能的。那是我们要借着读经、借着祷告跟圣灵的交通，不断的被塑造，才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那福音的果子呢？我们必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结出福音的果子来。所以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当我们能够多结果子的时候，天上的父就得到了荣耀。这就是为什么神让我们在世上还存留30-50年的原因。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2章9节，预备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民族，台湾也有很多很多的高山族，中国大陆也有很多很多的民族，但是所有的基督徒是另外一种族类，是属天的。我们不是属这个世界，我们是属神的，是圣洁的国度。那神召我们，就是让我们在这地上发光，来见证神。有一次，耶稣带领3个门徒到山上去，彼得、雅各、约翰。当到了山上之后，耶稣改变了形象，哇，充满了荣光。有摩西跟以利亚出现，讨论耶稣要去世的事情。哇，他听到一个声音，有一朵云彩出来遮盖他们，有声音从云彩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耶稣的门徒跟着耶稣3年半，可是当他改变了之后，是充满了荣耀，充满了荣光。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在那个地方做苦工被放逐，在主日的时候，他听到了声音。当他转过来的时候，看到耶稣，跟他所跟随的3年半的耶稣完全的不一样，所以他看到了扑倒在地，好像死了一样。事实上，在旧约也是一样。摩西说：“我希望能够看到上帝。”可是上帝说：“任何人看到上帝就会死。”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不可能看到上帝。我们都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所以，真正的神是充满了尊严，充满了荣光。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属神的人在一生要追求7大的属灵目标，就如同我们在周报所写的一样，基督徒一生都要在这7件事情的上面来努力，向世人的宣告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要成为一个读经的人、祷告的人、有信心的人、分别为圣的人、做见证的人、有慈爱心的人、奉献的人，这是我们一生要努力的。这个是一个基甸会会员高山智慧，他请他太太理头发的时候，剃头发的时候呢，在他的头发上面呢画了一个十字架。奇怪，没有人理头发是这样的。我2个礼拜也去剃头发，我也没有在这里画一个十字架。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咖啡店的老板，所以呢，有很多的员工，有很多的客人，有的客户一来的时候，都会问他，每一个人都会问他，他就可以为神做见证。他特别留这个，是为了要为神做见证，然后来赠送圣经，领人归主。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认真读圣经。我来讲我的见证。我出生是在台北的社子岛，有没有听过社子岛？台北的西啊，台北的社子岛有2个河流，一个是淡水河，一个是基隆河。那个地方为什么叫做岛？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冲积的平原，是一个冲积的一个半岛。每年台风来呢，就会淹大水，淹到1层楼那么高，每年都是这样。所以呢，台北市政府50-60年来就把那个地方呢划成一个禁建区，50-60年所有的房子都不能改建，因为只要台风一来，所有的水就排到那个地方去。社子岛有50-60间的庙宇，没有一间教会。我就是在那个地方出生，所以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怕3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死亡，第2个就是魔鬼，第3个就是黑暗。因为我的家族有人是做党基，知不知道党基？鸡桶的，所以我知道灵界的力量是真实的。那感谢神，后来我的爸爸妈妈搬家，就搬到台南麻豆，有人就带领我的妈妈去教会，我妈妈信耶稣了。那我第一次去教会呢是圣诞节晚上，所以我对教会印象非常的好。哇，那个地方有演戏，对不对？有诗歌，有很多的节目，有诗班，还有很多的礼物，好吃的东西。这是我第一次国小3年级去教会。后来我读书的时候，18岁在校园团契拿到一本基甸会的圣经，这是我第一本的圣经。17岁拿到圣经，18岁受洗。我的妈妈知道我受洗，很高兴，就买了一本新旧约的圣经给我。我拿到那本圣经呢，就把这个圣经放在书架上，一放了7年，放到25岁的时候
为什么我这7年都没有读圣经呢？我觉得读书比较重要，当兵比较重要，赚钱比较重要，交女朋友比较重要，这些都很重要。这是很奇怪，这本圣经就没有拿下来读。到我25岁的时候，把圣经拿下来读，上面都是什么？你怎么知道？啊，因为这几天要过年了啊，你这个礼拜一定非常的忙，在大扫除，是不是？每个地方都是灰尘呐。如果你1年都不去打扫的话，我觉得我很对不起我的妈妈，也很对不起上帝。所以呢，我就跟上帝许一个愿，我跟上帝说：上帝啊，从现在开始，我每天要读圣经，而且1年要把圣经读完一遍，从创世纪到启示录1年读完一遍。弟兄姊妹，这样简不简单？什么都没有人回答。简单嘛，你一天吃几餐？不敢讲，3餐，那就读3章。有没有吃点心？有啊，那就读4章。啊，没有的呢，读3章。啊，礼拜六、礼拜天读4章。如果一天读4章，10个月就读完了，10个月。如果一天读3章，礼拜六、礼拜天读4章，1年就读完了。圣经说许愿要怎么样？要还愿。所以我25岁许愿之后，就每天读圣经，每天做记录。哇，很高兴，25岁圣经读完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26岁要不要再读？要啊。啊，27岁嘞？要啊。一直到去年，我算了一下，刚好把圣经读完了48遍。我已经读完很多本的圣经。时间过得很快，你知道我现在几岁了吧？73嘛，你们数学都很好。我有4个孙子。时间过得非常快。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的日子要认真读圣经。耶稣说，如果我们遵守他的话，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对不对？就能够按时候结果子。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什么光？这一生引导我们的，不是世上所有的理论声音，而是上帝的话。当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就跟上帝祷告：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因为他知道前面要喝的杯是苦杯。我们每天都向上帝祈求能够福杯满溢。我们希望吃甜的，我们希望喝好的，我们希望过好的日子，一切都能够平安。可是耶稣基督要喝的是苦杯，他要面对的是被人鞭打、被人吐口水、被人钉十字架。可是他的祷告是：不要从我的意思。如果按照我们的意思，我们都需要逃避那些苦难的事情。可是耶稣告诉我们，当你信耶稣之后，你一生所走的路，你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在他的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们要顺服、体验、体察神的心意。12岁的时候，耶稣跟他的爸爸妈妈到圣殿去，结果他们结束之后回去，哇，玛利亚找不到孩子啊，就跟约瑟回去找，结果他跟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在那边讨论圣经的事情。玛利亚就跟他说：“你不知道吗？我跟你的爸爸已经找你找3天了。”耶稣怎么说？我岂不是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的父是不是约瑟？不是，是天上的父，以上帝的事为念。这是一个神的儿女应该有的态度。一生的日子以神的事为念，效法基督，对父神完成顺服，成就他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耶稣基督3年半完成了神所交给他的使命。有一次，玛利亚她的弟弟生病了，拉撒路生病了，他们就派人赶快去找耶稣啊，说：“耶稣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你赶快来医治他。”耶稣等了2天，然后再走路2天，去到那边4天。马大说：“你来得太慢了，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说：“你来得太慢了。”耶稣基督能不能使人从死里复活？可以啊。那个管会堂的埃鲁的女儿12岁了，
已经死了，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拿因城的寡妇，他的儿子死了，那个少年人死了，在送葬的过程当中，耶稣就怜悯他。这个寡妇只有这个儿子啊，所以耶稣基督就让他的寡妇那个少年人从死里复活。可是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耶稣就跟他们说：“你把他葬在哪里？”就他们就到坟墓那里。耶稣说：“你们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们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第一件事情，他就请他们把那个坟墓的那个大石头把它滚开。他们有没有做？他们有没有做？如果你要不要做？已经死了4天了，已经烂了，已经发臭了呢。还好他们有做了，对不对？把它滚开。那第二件事，耶稣就说：“拉撒路怎么样？出来！”哦，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听到要不要出来？他怎么出来？走出来，跑出来，都不是啊，他全身包着啊，裹尸布，他是要很辛苦的起来，然后跳出来，跳，2只脚这样跳，我不能在这里跳啊，这里有个台阶，啊，然后耶稣讲第3句话，把它怎么样？解开啊，整个裹尸布包着嘛。如果不解开，拉撒路还要再死一次啊！把它解开。你看这里多少人要顺？基督徒最困难的功课就是顺。把石头滚开，怎么可能？那个已经发臭了啊！可是他们还是滚开，叫拉撒路出来。所有的死人，几千年来所有的死人。当耶稣基督再来呼喊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醒来，每一个人都要复活。拉撒路出来，还要把它解开。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人，叫你们信，是上帝差了我来。所以耶稣做这种事情，并不是荣耀他自己，所有的医病赶鬼，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叫众人得救。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第一件事情就告诉他们，他第一次找了4个门徒，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所以他们把他们的渔船放弃了，把他们的渔网放弃了，就去跟随耶稣3年半。很不幸的，后来耶稣被钉十字架，在坟墓里3天。当他复活之后呢，他们大部分时间是看不到耶稣的。所以彼得就跟他的门徒说：“那我们现在没事做了怎么办？那我们再回去捕鱼吧。”所以他们呢就找一找，大家又一起去捕鱼了。整个晚上都抓不到鱼啊。当清晨的时候，耶稣来，他们不知道是耶稣，可是耶稣就问他们：“你们有吃的没有？”当然了，抓不到半条鱼，哪里有吃的？耶稣叫他们把渔网撒在右边。哇，这下子不得了了！整个晚上抓不到鱼，结果这个渔网多到拉不上来，153条的大鱼啊！所以耶稣给他们：“你们要牧养我的羊群。”他升天之后留下大使命，告诉所有的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门徒有没有去？大声一点！你怎么知道？如果他们不去，我们今天会不会坐在这里？不会。2000年前没有高铁，没有飞机，没有脚踏车，什么都没有，他们怎么去？靠着2条腿。他们把福音传遍了当时的世界。顺。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会看到神迹。不是靠着我，呼召中的呼召。所以保罗写给提摩太，提摩太要牧养教会，他很害怕。可是保罗告诉他，为这些缘故，我也受这些苦，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这位很胆小的传道人提摩太，他要牧养教会，很害怕。保罗就勉励他，你要深信你所交托给他的，神必保全。基甸会员是一个行动的人，借着个人见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
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也都一样。这是我们现在的执行长，他到墨西哥去诵圣经。2014年2月份的时候，有2个老弟兄跟他一起去诵圣经。到7月份，他去参加年会，结果后面那个老弟兄已经离开世界了，所以他就深深的觉得说，当趁白日做主的工，趁着今天我们就要认真来服侍神。如果你要走得很快，自己一个人走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要走得很远，就是两个的出去。耶稣吩咐门徒就是两个的出去，基甸会会员就是两个的出去，联合侍奉，赠送圣经，令人归主。这是一个墨西哥基甸会会员的见证。有一个墨西哥的基甸会会员，他要送圣经给他的老板，结果不幸呢被那个毒枭绑架。他想，哇，这下子大概没命了。我们知道墨西哥有很多的毒枭是非常的凶残，可是圣灵就感动他，要把圣经呢送给那个毒枭的头子，他就顺服把圣经送给他。这个毒枭的头子呢，听过圣经，可是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他就翻开圣经来读。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后来这个毒枭的头子呢，把他跟他的老板都释放，把他们的钱、把他们的信用卡、把他们所有东西都还给他。哇，他的老板看到怎么这么神奇啊！一本圣经产生的神迹。后来他就信耶稣受洗，也加入基甸会。这是我们的执行长到海巡署去送圣经啊，因为他去了几次，所以去的时候有人是谁来了？那里面的人说是送圣经的来了，送圣经的来了啊，基甸会会员啊，是谁来了？是送圣经的来了。基甸会成立的时候已经126年，第一天成立的时候只有3个人啊，这是我们的理事长跟副理事长。联合侍奉，基甸会会员全部都是从教会的弟兄姊妹而来啊！大家一起借着你的见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将圣经、上帝的话放在旅馆、医院、学校、陆海空军还有监狱。上帝的话是很宝贵的，所以我们不能到路边去乱送，不能到菜市场去乱送。那你人很多，你去送不可以。上帝的话也是很宝贵的，我们把它放在特定的地方。上帝的话很重要，上帝的话有需要，上帝的话能改变生命吗？几千年前写的圣经，现在还有效吗？我们还需要再送圣经吗？有一次基甸会会员到非洲的坦桑尼亚，开车开了好几个小时，在那个丛林的里面，哇，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学校。当校长知道基甸会会员来的时候，非常的高兴，把所有的学生通通叫到操场来。每一个人都要拿一本圣经，每一个人都要拿到一本圣经。基甸会会员就觉得很奇怪啊，哪有送圣经这么好送的，对不对？我们到学校有可能那个门关着，你不能进去呀，哪有校长把所有的学生都叫来？原来这个校长呢，在年轻的时候，他拿到一本基甸会圣经，他信主受洗了。当他成为校长的时候，他就一直期待基甸会来送圣经，每天祷告了10年。当基甸会去的时候，他就跟基甸会会员讲：“我还以为你们已经不再运作了，我还以为你们已经不再送圣经。上帝的话依然重要，上帝的话真的可以改变人的事。”我们到陆海空军去送圣经，到警察单位去送圣经。我昨天从彰化搭火车来台中，彰化有一座山叫什么山？八卦山。可能很多人都去过啊，上面有一个黑人，是不是？啊，有一个黑人在那边很久了，我们都很不喜欢看到他，他还会掉漆呢，久久还要跟他粉刷。可是八卦山上有一个保释总队，里面有1200个警察。我们知道所有的行业啊，自杀率最高的是警察。我们想要自杀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自杀，可是警察很方便，而且警察很多压力，他们有长官的压力、黑社会的压力、感情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家庭的压力，他们有很多的压力。
我们不知道怎么自杀，警察要自杀很方便，而且他们的自杀成功率是100%。只要我们看电视打开，任何一个国家有抗争，全面一定通通是警察。谁能够帮助这些警察？谁能够去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带牧师传道去，那个门都是关着的。所以我们就带彰化基督教医院的医生去拜访他们的大队长。弟兄姊妹，警察会不会生病？病人最听谁的话？医生的话。所以那个门就开了。所以我们进去呢，就带他们唱诗歌。基甸会的圣经后面都有很多诗歌，爱我们的家，活出生命的色彩，爱的真谛。然后告诉他们如何面对各种压力。演讲完了之后，就一次300本，送给每一个警察，每一个人就可以拿到圣经。上帝就非常奇妙的开陆海空军警察的门。我们要特别为乌克兰祷告，这个战争已经打了快要3年了，下个月就3年了。那几百万人就逃离了乌克兰。可是上帝就感动乌克兰的基督徒、乌克兰的基甸会会员说：“你们不可以离开，你们要留下来送圣经。1年送140万本的圣经，1年。其中也有弟兄姊妹每年为基甸会奉献的圣经，我们就拿到那边去送给他们的这些乌克兰的难民以及乌克兰的军人。一个人不知道明天能不能还活着，他的心是最柔软的，是最柔软的。”这位弟兄做了一个见证，他在成功岭受训的时候拿到圣经，他说这本书帮助我度过挑战，让我认识神，我现在受洗信主了，这是他自己做的见证。我们也把圣经送到大医院、小诊所，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去送圣经。基甸会的圣经第一本是放在旅馆，这是第一本的圣经。基甸会成立之后10年之后所送的第一本圣经是在旅馆。几年前我到高雄的盐城长老教会去见证，礼拜6我就去盐城长老教会，走路5分钟的一个旅馆11楼，我印象很深。当我进去旅馆的房间，第一件事情我就把抽屉打开，里面有没有圣经？有，哇，太高兴了！再看下面还有一本叫做《静思语》，实际的。再看下面还有一本叫做《人间佛教星云》的。你到国外除了看到圣经，还可以看到《可兰经》。本来100多年来，全世界的旅馆只有圣经，但是现在所有的异教都在学我们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把圣经放在旅馆重不重要？重要。有的人要去旅馆自杀，他读了上帝的话语，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他不再自杀。这个见证非常多。这个人叫做辛迪，他每天都要读故事给小朋友听。有一次他要搬家，哇，所有的书都打包了。那刚好因为他去旅馆拿了一本基甸会的圣经回来，都没有其他的书可以读，他就读圣经的故事给小朋友听。那小朋友睡着之后，他就继续读圣经，继续读圣经，1天、2天、3天之后，他就信耶稣了，也带领他们全家信耶稣。所以在旅馆拿到圣经信耶稣的人非常多，在监狱拿到圣经信耶稣的人更多。有没有听过更生团契？有，我们都听过更生团契。这些人都在监狱的里面拿到圣经信耶稣。有的人后来成为牧师，有的人后来成为传道人，成为很好的基督徒。只有上帝的话语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在哥伦比亚有一个制毒的工厂，有40个工人，只有一本基甸会的圣经，西班牙文的圣经。因为只有一本书呢，所以大家都轮流读，每一个人都很宝贵，能够轮到读这本书很宝贵，都很认真读。非常奇妙的事就发生了。后来这40个工人全部成为基督徒，其中12个人成为牧师。当然，这一间制毒工厂今天已经不存在了。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个人见证领人归主。这是我们台北特区的理事，他带领2个保全信耶稣。那我要讲我个人的因为我参加基甸会34年，送了很多的圣经。那最多的圣经呢，是在台铁、高铁、飞机、计程车上送的圣经。因为每次出去，神都安排一个人坐在我旁边。那有机会呢，我们就可以送圣经给他。
弟兄姊妹要送圣经很简单，我教你3句话。任何人坐在你旁边，第一句话问他有没有去过教会，来问他一下，有没有去过教会？啊，答案只有2个，一个叫做什么？有，一个叫做没有。啊，没有一定不是基督徒，对不对？啊，如果有的话，再问第2句话，你是不是基督徒？来问他一下，你是不是基督徒？因为有很多人圣诞节去一次教会啊，婚礼来一次教会啊，丧礼来一次教会啊，他也去过教会啊，对不对？所以你要确定他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他说不是，啊，最后一句话问他你有没有圣经？来问他一下，你有没有圣经？啊，如果没有呢，就把圣经拿出来送给他，这样简不简单？我就用这3句话，一生不知道送了多少圣经。任何人就问他3句。这是我在110年去高雄圣教会参加那个牧师的告别式，在火车上，神就安排一个清华大学的先生坐在我旁边，我送他圣经。这是109年，我彰化要去走营，有一个太太坐在我旁边，她的先生是海军陆战队的，他有5个孩子。当我送圣经给他的时候，他掉眼泪。他说这一生没有人送给他圣经。这个是屏东的营造业的张先生。你说啊，你怎么都有这些日期？因为现在的手机可以怎么样？可以自拍，对不对？啊，这个是万丹的青年，都没有去过教会，送圣经给他。这个女的更奇妙，我在高雄见证，要回去了，带2个小朋友讲日文呐，我就知道他是日本人。日本人坐在你旁边，你要不要送圣经给他？要啊，我很勇敢呢，不知道用英文还是日文还是台语还是中文，我就一直跟他聊天，一直聊天，很奇妙很奇妙。他讲什么话我都听得懂，我讲什么话他都听得懂。原来他是一个音乐老师，来高雄的中山大学学中文。我听到他来学中文，很高兴，赶快把圣经拿出来，说我送你这本书，很宝贵哦，你要每天读哦，读圣经学中文，好不好？好啊，读圣经学中文系列书，好不好？更好，对不对？真的很开心的跟我照了一张相，非常奇妙。啊，有一次我从彰化要到花莲，我要到玉里长老教会去，搭5、6个小时的火车，一上车我就跟上帝抱怨呐，说上帝啊，你怎么安排一个黑道的坐在我旁边？我就跟上帝抱怨呐。后来我就跟他聊天，原来他是原住民太鲁阁族的。1个小时后他有去过教会，长大之后都没有去过教会。5个小时呢，我就一直陪他读圣经，陪他读经做见证。他就在火车上写下决志信耶稣，连日期都有。这是我们高雄的特区理事搭飞机到澎湖的时候送圣经，搭计程车也可以送圣经。那有一次我从走营要回彰化，上帝就安排一个保仪总队的队长坐在我旁边。我问他有没有去过教会，是不是基督徒，有没有圣经，他说没有。就拿出圣经送给他，他说不行，他就给我拒绝哦。他说我的包包已经装不下了，已经装不下了。我说没有关系，我们有小本的，口袋型的，哇，他就很开心的接受了。再经过1个礼拜，我要去台北，又有一个鞋厂的老板要去打高尔夫球，他也没有圣经，也不是基督徒。我又把大本的拿出来，我以为大本的大家比较喜欢嘛结果他说他也是装不下了，那个高尔夫球球具装不下了。我说没有关系，我们有口袋型的小本的，所以他们都接受了圣经。有一次我去运动，去运动中心运动，碰到一个小姐，我就要送圣经给她。她说她是基督徒，当然我们不会送圣经给基督徒。可是她的男朋友在当兵，她的男朋友不是基督徒。我说好了，赶快把这本圣经来送给你男朋友，盯着他每天读圣经，每天读圣经。经过5年，我们再次见面，她告诉我她的男朋友怎么样，已经受洗了，非常非常的奇妙。5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是我上个月去南坎在高铁上送圣经给一个鹿港的先生。只要有机会，昨天我有送圣经在火车上，但是没有拍照，因为我刚好手机忘了带。那送圣经有没有人受洗？有很多。在3年的疫情当中，我们不能来教会只能在手机上买东西所以我就认识很多人。3级警戒过后呢，我就大量的送圣经。这是8月17号我送圣经给一位张小姐
12月25号他受洗，我去参加他的洗礼。这是在9月20号，我送给一个莲花科的，在吃饭的时候送给他圣经。12月25号他受洗的时候，我去参加他的洗礼。他做见证说，我是一个无神论的，一个无神论的拿着上帝的话语，他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非常非常的奇妙。2021年送的圣经，2023年3年之后他受洗，我去参加他的洗礼，在台北永和的改革中长老教会。这是10月10号我在露营的时候，带领一个人信主，他12月12号在朝会受洗，寄了一张照片给我，我后来还送给他新旧约的圣经。这是10月21号我送一个退休的老师苏老师，12月26号他寄了一个影片给我，在北大的卓越行道会受洗。所以在整个疫情的当中，我大概送了50本的圣经出去，有5个人受洗。弟兄姊妹，这样值不值得？值得，非常的奇妙。上帝成就所有的功，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受洗。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请弟兄姊妹为基督会祷告。我们一年送30万本的圣经，没有祷告，我们的工作都是零。第二个，请更多人来加入基督会。我们上一堂台语堂我有邀请2个年轻人加入。这堂国语堂人更多，我希望至少有3个人来加入加入基督会，一起来搬圣经，一起来诵圣经，一起来领人归主。今天我们可以奉献1本圣经50块钱，你可以奉献10本，奉献100本，将来到天上有很多黑人会来找你这些都是你所结的果子，你都不知道，上帝都纪念，永远是属于你的这是我们所结的果子。台湾送1本，在世界就送1本。渴望神所渴望的，想要神所想要的，让我们一生都能够为荣耀神而行。最后，我做一个见证来结束。有一次圣诞节，我们邀请一个诗歌布道团来我们教会，我就跟那个诗歌布道团的团员交换名片。那有一个人拿到我的名片说：“你是基甸会会员的，我要做见证。”我在国中的时候拿到1本基甸会圣经，我读不懂；高中又拿到1本。我没有时间读，要考大学，大学又拿到1本，他说不好意思已经拿了3本了，他就很认真的读，后来他就信耶稣了。这个人还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写了很多的诗歌，在天韵诗歌布道团，他的名字叫吴文道，他的诗歌很多人我们唱过，野地的花，一人的路，平安夜里真平安。哇，我听到他的见证非常高兴3本圣经150块钱救1条灵魂，值不值得？值得。全世界最有钱的人马斯克把所有的钱给上帝，他也不能上天堂。但是有一个人拿到1本上帝的话语，他愿意打开，圣灵感动他，他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永恒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1条灵魂胜过全世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过年前，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教会，一起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主啊，我们感谢神，你在万人的当中拣选我们，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能够多结果子。你告诉我们，我们所结的果子能够永存到永永远远。主啊，你说福音要传遍全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看到末期已经在我们的眼前了。今天战争、天灾地变、地震、火灾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主啊，求你让我们有警醒的心，让我们知道现今的时代，让我们每一个人趁着白日多做主工，让我们一生都能够为荣耀神而行。愿你大大的施恩赐福，卫理公会荣光堂在高雄的地方高举十字架，吸引更多的人跟我们一样得到福音的好处，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赞美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谢谢基甸会的吴奇弟兄，用神的话语来坚固、激励、造就我们。也求主祝福我们的教会，能够让我们教会所行的一切事情都为荣耀神而行。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用回应诗歌来赞美、回应神对我们的爱。今天的回应诗歌在新灵粮诗选501首，
奋勇交战。开始今天的奉献，请大家预备心，恭敬以金钱奉献来表达对上主的感恩。请实现同工到台前来。一起低头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因为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现在我们愿意以面前的金钱奉献，作为祭物献给你。这一切原本就是属于你的，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愿你悦纳。求主也赐给我们教会有聪明智慧来运用在你的事工上面，要教会被造就，福音得以兴旺。祷告原来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请坐下。
弟兄姐妹，请坐下。接下来我们彼此问安差遣。今天这里有新的朋友，我们介绍一下戴志龙全家，欢迎。戴先生全家是我们蔡牧师所介绍的，我们欢迎你们，谢谢。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接下来有几件报告事项，我们简单的看一下。首先，我们感谢基甸会的吴奇吴弟兄，以及基甸会的弟兄姐妹们，来到我们这边跟我们分享两堂的信息。是不是吴弟兄顺便介绍一下，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欢迎他们我们教会的这个林老师，过去也是基甸会的这个弟兄谢谢谢谢。好。本周日的主后呢，牧师将会开始发放新春的金句红包，欢迎会后向牧师或是接待人员索取。那下周的主日刚好是1月的初5，所以教会呢还有一堂新春的华语和台语联合礼拜，那请注意就是2月2号的崇拜，提早为上午9点半。请所有弟兄姐妹注意一下2月2号的崇拜提早到上午9点半，是联合礼拜。同时，我们合并2月份的圣餐礼，联合礼拜讲员是陈启峰牧师，也欢迎弟兄姐妹参加。到2月9号的时候，主日我们恢复正常的时间。同时呢，为了要迎接农历新年来到，今天教会就是1月26号，今天会后有会堂的大扫除活动，我们也邀请弟兄姐妹以小组为单位，分各楼层进行清洁打扫。那整个分配的状况，各小组请依办公室的分配，在布告栏上面都有公告。然后弟兄姐妹也注意一下，教会在新春的春假期间，从1月27号到2月1号之间，礼拜堂跟办公室暂停开放，大家休息准备过年。那2月2号之后开始恢复正常的时间，也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下会堂开放的时间，并祝福弟兄姐妹新春假期愉快。我们教会2025年年度目标是服侍众人，做主仆人。我们也邀请弟兄姐妹在今年至少每位弟兄姐妹参加一项的教会服侍工作，并请为教会进入到60周年的主题，也就是成为祝福，充满希望来祷告。我们教会在今年的6月22日上午，我们会举办60周年的堂庆，60周年的堂庆，也欢迎弟兄姐妹提供过去的照片、文章、见证相关甚至有影片、贺词等等这些资料，可以提供给我们教会作为文书手册，也就是我们60周年的纪念手册相关的这些的资料。也为我们60周年的纪念礼拜来祷告以及奉献。同时，卫理神学院在新一学期有推广教育课程，比较宗教学开始受理报名。
我们邀请的老师刘清杰老师，上课的时间是2月21星期五晚上开始，到7点到9点20，详细的情形请参阅布告栏。同时，我们教会也预定在3月1号开始上午，每个星期六开律本的训练，门徒训练。欢迎上我们教会上过红本门徒的弟兄姐妹可以来参加，即日起可以开始报名。教会的姐妹培灵会是在今年的3月8号上午10点到11点半，也请为活动关心来祷告。同时，也为我们教会的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实体来参加我们每周四晚上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为我们教会的各项事工关心来做祷告。同时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教会1楼还有5楼的冰箱里面、茶水间里面有存放物品的弟兄姐妹近期我们要做整理。那有一些食物可能放在那边很久了，也请弟兄姐妹赶快领回去。好，其他的肢体消息在我们周报上面都有，我不一一的在这边念，也请等一下我们结束之后，请大家为以下的这些的肢体的软弱的肢体的消息来祷告。好，我们彼此问安。唱完第一次，我们可以起立彼此问安。好，我们回到座位上。盼望新的一年，我们弟兄姐妹彼此能够多加互相关怀，并且让我们教会天天的与主同行。好，我们起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平声赞美父
陈牧师等一下有事情顺便跟我们报告，然后我们同时将时间交给陈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好，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在门口的时候，我们会发今年的这个新年的这个金句红包。那我们先拜早年，虽然我们可能过年中我们没有办法见面，但是我们可以彼此能够有这样美好的交通。要记得把今天的话放在心里，要常常读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得着你话语的祝福跟能力，使我们在各地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使人看见我们是蒙福的人，并且将祝福带到世界各个地方。保守我们在今年新年的过年的当中，出入都得平安。我们无论在哪里，祝福也随着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阿们。阿们。阿门。请坐。殿乐，弟兄姐妹，在殿乐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的事工来代祷。如果在病痛中忧伤的弟兄姐妹们，欢迎来电，牧师会为你们祷告。